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旧历18，就是2023年第4个天赦日。民间传说讲是向天公祖忏悔好日子，请求赦罪道生意。民间风俗甲传说嘛特别有意义。天赦日要安怎拜？穿白用品甲时间嘛需要来了解。今年拄好是花道的生日，传讲拜拜保平安上吊时。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闹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你敢知这后礼拜一是啥物款的日子呢？无毋对，后礼拜一就是这佛道的生日，拄着这天赦日。第一天到底要安怎拜拜，到底要安怎开运呢？今仔日闹台语讲新闻，就爱找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，这天赦日拄着这佛道的生日，真正非常难得，所以民众一定爱把握机会，好好来开运。好，讲到这佛道的这生日，佛道的生日就是伫新历6月初5，这旧历4月18。真侪人拢知影佛道是啥物款的人，伊就是东汉的三国人。真侪人拢叫伊是神医，嘛有人讲伊是外口的这开基祖。无论是这风药、占卜，个这解破，个养生，拢非常厉害。好，伫咧佛道生日之间拜拜呢，会当保庇大家，会当移运非常顺遂，嘛会当保庇大家身体健康。好，讲到这佛道的生日，拄着这天赦日。天赦日是啥物款的日子呢？天赦日之间，民众会当向这玉皇大帝好好来忏悔，好好来祈福，会当帮助大家来下变这过错，开运来下罪。好，无论你是身体无爽快，做工课无顺利，拢会当利用这天好好啊虔诚来祈福，会当帮助大家做回来开运。好来看卖，第2023年内底到底有几个天赦日咧？算起来，拢总有7个，亲像是已经过去的这新历1月初6、1月30、3月21，个后礼拜一拄着这6月初5。所来，若是后礼拜一过去了后，就剩3个，亲像是7月23、8月18，个10月17，民就会当把握机会。好好来开运。好，下一张咱来看卖，伫天赦日内底到底要安怎拜拜咧？第一个，咱先来看卖上好的拜拜时间，就是伫早起5点到下晡3点。另外，拜拜爱准备啥款的物件咧？亲像是这青茶3杯，个这水果会当准备，亲像是金蕉、两个个旺来。这旺来代表好运，旺来意思；两个就代表平平安安。好来看卖，当准备这素食的饼，亲像是这麻烙，都是真好的选择，因为麻烙代表身体健康，代表长岁寿的意思。另外，这天赦日内底爱特别准备，就是这带壳的这灵应瓜11粒。为什么要准备这灵应瓜咧？因为这贵甲这贵人的因是非常相像。另外，为什么要准备11粒？因为一年内底有12个月，一粒就代表1个月的意思。好，就爱特别准备，就是伫用手写的这忏悔文。另外，看卖拜拜流程是啥物咧？第一个拜拜念经，念这忏悔文了后，就会当来跋杯。若是跋到圣杯了后呢，就会当来烧金纸。另外，真重要一个动作，就是爱甲这灵应瓜的壳，家己念破。另外呢，就爱烧这忏悔文，个这莲花。另外拜拜有一寡禁忌哦，亲像即天千万莫杀生，爱加讲好话，加做好代志。好，这就是一寡伫天赦日内底开运的撇步，提供大家做回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闹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